宝贝的启蒙书，贝安斯坦熊，钱该怎么用？作者史丹贝安斯坦和珍贝安斯坦。当小熊们总是把每一分钱全部花光，结果就是他们永远也存不到半毛钱。熊哥哥和熊妹妹对熊熊国了若指掌，他们知道哪里有最漂亮的野花，他们知道哪里的野莓长得最茂密、最多汁，他们知道去哪里看日出和日落，他们知道哪里有最好的蜂蜜树，他们甚至还知道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在那里总是可以看到彩虹，那是隐藏在瀑布后面的一个秘密空地。不过有些事情他们就不是很懂了，其中一件他们不是很懂的事情就是钱。不过当然了，他们知道有钱很好玩，花钱更好玩，而且只要他们拿到一些钱，可能是来自礼物，或是帮邻居的忙，或是溺爱他们的熊爷爷毫无理由给的，或是熊爸爸给的，他更喜欢宠他们。小熊们就会飞奔到熊熊国百货公司去把钱花掉，买根蜂蜜棒，一架会绕圈圈的积木滑翔机，或是一种只能吹出3个音符的迷你口琴。他们从来没买过什么有用的东西，也几乎不存钱。偶尔，熊妹妹会把钱放进她的小猪铺满里，不过通常存进去的钱还来不及从他热乎乎的小手中冷却下来，就又被挖出来了。熊哥哥甚至连铺满都没有。熊妈妈对于小熊们这种随便乱花钱的习惯越来越担心。我想熊哥哥和熊妹妹需要有固定的零用钱。这天晚上，他和熊爸爸在整理家庭账簿时，他对熊爸爸说：“固定的零用钱。”熊爸爸说：“是的，这样他们才能学会合理的使用钱、存钱和有计划的分配钱。”哦不，熊爸爸说，他们年纪还太小，让他们好好享受童年吧。等他们长大，很快就得担心钱的事情了。他叹了口气。不过，小熊们对钱的漫不经心，却让熊爸爸第一个失去了耐性。事情发生在某一天，小熊们拿了替邻居遛狗赚到的零用钱，到百货公司去买东西。这时，他们看到一个新的电动游戏机台，叫太空熊，看起来很刺激，很好玩。电动游戏机台，百货公司！熊爸爸大吼：“你们以为我是用钱做的吗？”小熊们没有这么想，不过当他们想象这画面时，心里觉得非常奇怪。熊妈妈看出来他们很困惑，便向他们解释：“用钱做的只是一种比喻，亲爱的。”这时候，小熊们才知道情况严重了，因为
熊爸爸只有在生气的时候才会用比喻。你们一定以为钱长在树上，他吼着，又是一个比喻。电动游戏机台，他继续说下去，而且变得越来越生气。在我还是小熊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。我一直到快长大成人才知道钱是什么。没错，亲爱的，熊妈妈打岔。或许现在正是让熊哥哥和熊妹妹开始有零用钱的时机，让他们可以……绝对不行！熊爸爸怒吼，还弄倒了一张椅子。他们得自己赚钱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工作、赚钱、存钱，未雨绸缪。小熊们知道情况相当严重了。熊爸爸用了3个比喻，还弄倒了一张椅子。他们当下就决定要改变乱花钱的习惯。结果，小熊们一旦下定决心去做，就发现他们其实很会赚钱。首先，他们到那些特别的地方去采野花，然后把花朵做成花束，开始在路边卖，生意非常好。他们采集了那些肥美多汁的野莓，然后挨家挨户的卖，结果生意非常非常好。比起他们过去花钱的方式，熊哥哥和熊妹妹显然更会赚钱。他们带团导览，去参观熊熊国最美丽的景点。熊妹妹的铺满很快就爆满了。他们还开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宠物照顾服务。熊哥哥得向熊妈妈借糖罐来放更多的钱。一开始，熊爸爸对他们的表现感到骄傲和开心。但是当小熊们开始卖起最棒蜂蜜树的地图时，他开始有些疑虑了。那些蜂蜜树是我们的家族秘密，他抱怨着。小熊们似乎不了解，有些事情比钱还重要。他们从毫不在意钱变成太在意钱了。你看，他们就在我们面前变成贪心自私的小气鬼了。他边说边指着小熊们，他们正在数钱，看起来真的很像小小的吝啬鬼。小熊们，熊爸爸用他最严厉的声音说：“我们得再来好好谈谈了。”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开始训话，小熊们就把他们卖花、卖野莓、跑腿、照顾宠物、卖蜂蜜树地图赚来的钱，一股脑的全部倒在爸爸的膝盖上。这里，爸爸，熊哥哥说，这是给爸爸的。没错，熊妹妹说，我们想，如果我们能帮忙爸爸赚一些钱，也许爸爸就不必那么烦恼钱的事了。希望这些钱够多。熊爸爸又吃惊又尴尬，因为他完全错怪了他们，这让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你们这么做真的非常慷慨，熊妈妈说，这可不是一笔小钱，而且我知道爸爸非常感激。不过我有更好的主意。爸爸的确会担心钱，大部分的爸爸妈妈偶尔都会。不过爸爸真正担心的是你们，他希望你们了解，使用金钱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，不只是如何花用而已。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？熊爸爸说，
我想我们应该让熊哥哥和熊妹妹开始固定领零用钱，这样他们才能学会合理的使用钱，可以存起来或事先计划分配。这主意太棒了，熊妈妈微笑着说。那我们赚的这些钱怎么办呢？小熊们问。你们赚的就是你们的，熊妈妈说。我建议把这些钱存到百货公司里的熊熊国银行。很好的提议，熊爸爸说。这笔钱可以当你们的留窝蛋。哦哦，小熊们异口同声地大声说。又是一个比喻。非常恰当的比喻，熊妈妈说。她向小熊们解释，所谓留窝蛋，是指农夫留在鸡窝里用来孵小鸡的鸡蛋。你们把钱放在银行的话，它就会孵出利息。利息？小熊们困惑地问。把钱存放在银行里，银行会另外付一些钱给你，这就叫做利息。这天，贝安斯坦熊一家一起到了银行，替小熊们开了账户。结果他们发现，银行就在电动游乐场旁边。嘿，那个看起来挺好玩的。熊爸爸经过太空熊的时候说：“我们去玩玩看。”于是，贝安斯坦熊一家就玩起了太空熊来。结果，爸爸的得分最低。你们知道吗？他说：“当我还是小熊的时候，根本没有电动游戏机台。你们下次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试试看吗？”随时欢迎。熊哥哥和熊妹妹说，两人给熊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。